主后2025年2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巴兰是谁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民数记》20章第1到40节。以色列人搁出发，伫约旦河东边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扎营。西坡的囝巴勒听见以色列人对阿摩利人所做一切的事，摩押人知以色列人真多，就真惊，非常着急。摩押人甲米甸的长老讲：呾即阵人要将咱四周围所有的食了，亲像牛食野地的草共款。迄时，西坡的囝巴勒做摩押的王，伊派使者去幼发拉底河的比夺，比尼的囝巴兰的故乡，邀请伊来，讲：有一族的人对埃及出来，因人坐甲较满地面，现在住伫我的对面。因比咱较强，所以请你来替我咒诅这个人，我才有可能杀赢，甲因赶出这个地。我知你祝福的会得到祝福，你咒诅的会受咒诅。摩押的长老甲米甸的长老就带卜卦的礼金出发，去巴兰遐，将巴兰的话甲伊讲。巴兰对因讲：沿暗恁住遮，我会将上主吩咐我的，甲恁回复。摩押的官员就住伫巴兰遐。上帝来巴兰遐问伊讲：来住你遮的是啥人？巴兰应上帝讲：是西坡的囝摩押王巴勒派人来我遮讲：有人民对埃及出来，人坐甲较满地面，请你来替我甲因咒诅，我才有可能杀赢，甲因赶出去。上帝对巴兰讲：你毋通甲因去，嘛毋通甲即个人民咒诅，因为因是我所祝福的。过早起，巴兰起来，对巴勒的官员讲：恁倒去，因为上主毋准我甲恁做伙去。摩押的官员就出发，倒去甲巴勒报告讲：巴兰毋肯甲阮来。巴勒搁派较侪较大的官员，引到巴兰遐，对伊讲：西坡的囝巴勒安尼讲，请你一定着来我遮。我要互你到遐的报赏，无论你要求甚物，我拢会互你。所以，请你来，替我甲即个人民咒诅。巴兰对巴勒的官员讲：巴勒就是非厝间的金银互我一丝仔都毋敢违背上主我的上帝的命令。请恁沿暗搁歇踮遮，听候我知上主要甲我讲甚物。迄暝，上帝来巴兰遐，甲伊讲：既然遮个人搁来邀请你，你就甲因去。毋过我甲你讲的，你着照安尼做。巴兰透早起来，准备驴，甲摩押的官员做伙去。上帝因为巴兰甲巴勒的官员做伙去，就受气。巴兰骑驴，有2个仆人缀伊。上主的使者来徛伫路呢，甲伊阻挡。驴看见上主的使者徛伫路呢，手举飞出来的刀，就对路呢闪入园。巴兰拍驴，要互伊转来原路。上主的使者来徛伫葡萄园的话路，双边拢有墙。驴看见上主的使者，就闪换一边墙，甲巴兰的骹磕着，巴兰就搁拍伊。上主的使者行进前，徛伫较矮的所在，
双爿无路通越。如看见上主的使者，就趴伫巴兰的下底，巴兰发受气，用管仔拍驴。上主开驴的喙，驴就对巴兰讲：你若无代无志，甲我拍3遍。巴兰对驴讲：因为你创治我，我恨袂得有刀甲你刣死。驴对巴兰讲：你从少年就骑我减捌对你安尼做。巴兰讲毋捌。迄时上主开巴兰的目睭，伊就看见上主的使者徛伫路呢，手举拔出来的刀，巴兰就额头拍伫涂骹。上主的使者对伊讲：你是安怎3遍拍你的驴？我来阻挡你，因为你的所做违背我。驴看见我就闪我3遍，伊若无闪，我早就甲你刣死，互驴活地。巴兰对上主的使者讲：我有罪啦，我毋知你徛伫路呢阻挡我，你若无爱我去，我就转去。上主的使者对巴兰讲：你甲因去，毋过你简单会用得讲我爱你讲的话。巴兰就甲巴力的官员做伙去。巴力听到巴兰来，就去摩押城迎接伊。这个城是伫边界的阿伦河边。巴力对巴兰讲：我争辩就热切邀请你，你是安怎无来？你想讲我袂互你到遐下报赏是无？巴兰应巴力讲：我都已经来啊，毋过我袂当要讲啥物就讲啥物，我简单会当讲上帝交代我的话。巴力带巴兰去乌索城，巴力替牛羊献祭，将祭物送互巴兰以及去接伊来的官员。过早起，巴力带巴兰去巴抹巴力。巴兰对遐话当看到以色列人民分散伫倒位。巴兰是谁？摩押王巴力听讲以色列人怎样对待阿摩利人，因为惊吓，就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。咒诅有作用无？圣经中有咒诅的例无？列王记下卷2章24节记载，先知以利沙咒诅一阵讥笑伊的少年人，因就互刑拍疼死。马可福音11章记载，耶稣咒诅一丛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，第2日迄丛树就孤单，所以耶稣趁机会教导门徒信仰的功课。所以对圣经来看，祝福甲咒诅的关键在于讲出喙的迄位到底敢有能力。咒诅并毋是完全无切实际的代志。巴兰的咒诅敢有功用？巴力对巴兰的认捌是：你祝福的会得到祝福，你咒诅的会受咒诅。对伫巴力的邀请，巴兰的回应是：因按恁在遮，我会将上主吩咐我的甲恁回复，就是规间厝的金银互我一丝仔都毋敢违背上主我的上帝的命令。我一丝仔都毋敢违背上主我的上帝的命令。巴兰表面看起来若像对上帝忠诚，但是伊其实是喙甜心毒的先知。当巴力第一遍派人找伊的时，上帝已经甲伊讲过，毋通咒诅以色列人，因为因是伊所束缚的。当巴力搁再派人找巴兰，用荣华富贵做交换条件的时，巴兰竟然请遐人留落来过暝。伊讲：听候我知上主要搁甲我讲啥物。
因为安尼，彼得后书2章15节评论，巴兰就是迄贪爱不义的工钱的人。互人好奇的是，上帝原本阻止巴兰对因去，为什么后来阁要互巴兰对因做伙去呢？上帝安怎会答应即种无公义的行动？原来，上帝是要照着安尼显出巴兰真实的能力甲身份。当巴兰骑驴仔去见摩押王的路程中，驴仔因为看见上帝使者提剑，徛踮路中就3遍闪避使者。起初巴兰非常受气，毋但拍驴仔，还想要举刀杀驴仔。直到上帝开巴兰的目睭，而且看见驴仔早就看见的景象。上帝的使者对伊讲：“你是安怎3遍拍你的驴？我来阻挡你，因为你的所做违背我。驴看见我就闪我3遍，伊若无闪，我早就甲你杀死，互驴活地。”中东人普遍认为驴仔真戆，毋过故事中的驴仔会当看见上帝的使者，但是互摩押王认为有能力的巴兰却毫无知觉，可见伊比驴仔较输。巴兰掠做宗教是趁钱的手段，根本毋是上帝的真仆人。彼得后书第2章19节提醒，因为人受什么控制，就成做迄个的奴隶。既然巴兰会当互巴力的金钱拍动，伊就是俗世钱财的奴仆，也只是上帝救赎故事中的工具拿定。默想，我是谁的仆人？我的心互什么人事物所拍动吸引？我是谁的仆人？我的心互什么人事物所拍动吸引？咱来祈祷，公义慈爱的主，愿你吸引我，互我的心较无你，使我开力拒绝俗世甲私欲的诱惑，紧行跟对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